今日咧好感恩啦，嚟到咧石硤尾美昌樓啦，同一班肺癌嘅病友咧一齊分享我哋嘅經歷，好感恩。今日我嚟到深水埗這個我好熟悉嘅地方，係我爸爸媽媽行醫50年嘅地方，深水埗。我係懷着感恩嘅心嚟到這裏有愛癌症病人協會嘅聚會，我感覺到非常溫暖同埋有希望，因為我見證到一班癌症嘅病人互相扶持，分享生命中喜怒哀樂。裏面一幅相片，每個人都充滿燦爛嘅笑容，手中比出愛心手勢，象徵着我們彼此支持鼓勵。每一個微笑，每一個擁抱，都係愛嘅流露，係我哋共同信念嘅見證。即使我哋面對困難挑戰，我們依然能夠攜手前行。更重要嘅係天父爸爸嘅愛一直同我哋同在。天父爸爸嘅恩典，讓我們軟弱中得着力量，在試煉中找到平安。呢個聚會提醒咗我哋，生命雖然充滿未知，但係愛與信仰能夠讓我哋勇敢地面對每一天。我哋彼此鼓勵，彼此代禱，願這份愛持續流轉，溫暖更多人的心靈。好多謝這裏有愛癌症病人協會所有嘅朋友，特別係Golan、Tony 同埋 Alice， 你哋嘅存在讓這個世界更加美好。願我們能夠懷着希望，珍惜每一刻，相信愛能超越一切困難。